有做侪巷仔口吼，有这牌楼，吼像遮啊牌楼，即个巷仔后壁吼，上尾啊遮拢有一间庙，啊而且吼，这逐间庙吼，拢是坐东向西。趁钱无人知。哎呀，是啊，上怎会安尼呢？这就是因为较早吼，伫即个大西门这边遮吼，咱头讲伊是海边啊嘛。啊，海边啊，因即寡庙啊，就是一个港道吼，港道的上顶头遮庙拢起伫遮。伊咧保庇是即个港道顶悬做生意的人，做工课的人，所以拢是坐东向西。看到西边伊的信道来保庇因就对啊。哦，你即摆安尼，我才有迄个印象，就是讲你若是咧伫咧台南市啊，咧行路的时阵，真啊拢巷啊，迄巷仔口拢有迄个牌楼呢。我是讲一安拢有伫咧拄好伫迄边拢是庙。对，真而诶。且伊迄巷仔路吼，有当时拢歪，毋是讲上直的，就是较早吼，迄个港道的分裂就对啊。嘿，较早港道就是伫遐，嘿。